7月5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精力旺盛、好有好奇心嘅人，一旦決定咗目標，你就會勇往直前，直到達到目標為止。你有一股強而有力嘅衝勁，一旦你開始咗你嘅目標嘅話咧，你會完全聽唔到任何嘅聲音、任何嘅意見或者建議。雖然你嘅意志力好強大啊，但係小心變成一個頑固嘅人。善於交際，有好多朋友，但係唔中意俾人綁住。所以如果你身邊嘅人多嘴啊或者話你嘅話咧，你會感到壓力。而喺感情方面，你係一位個性獨立嘅人，戀愛對象嘅類型咧亦都好廣，都有一種個人嘅知性力，所以你有你嘅吸引力。結咗婚之後，你好珍惜你嘅伴侶，但係如果冇辦法按照自己生活步伐嘅話咧，你就會出現心理上面嘅壓力，亦都好討厭受限於一啲丈夫同埋妻子嘅角色裏邊，例如老公一定要點點點，老婆一定要點點點嘅呢啲咁嘅情況。而喺性嗰方面，你大膽自由，但係如果身邊嘅伴侶配合唔到嘅話咧，有機會發生一夜情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比起同一啲團隊嘅合作啊，要帶領團隊啊，一齊去完成一件事，可能一啲自由度比較高，你可以自己決定點樣去行動嘅工作咧，會比較啱你多啲。又或者一啲研究啊，或一啲冷門專業嘅知識咧，亦都可以令你發揮所長。所以相對嚟講，一啲好多規限性綁手綁腳嘅工種咧，就未必啱你。但係你嘅財運咧有少少起伏不定啊。如果你可以本住咧冇錢就去揾嘅心態咧，咁咧就應該冇問題嘅。而你嘅今生課題係啲咩呢？乜嘢先至係自由同埋任性呢？你可能需要分得清楚一啲，真正咁樣了解自由同自己嘅關係嘅話咧，你先至可以盡情咁樣享受你今生嘅人生。